Hello Jane，Hello Grace，好開心，我哋終於可以一齊食飯啦！係啊，大家都咁忙，係咧。上次我哋講嗰個信託服務，你考慮成點啊？其實我一直都唔係好熟悉信託服務係啲咩嚟嘅，我淨係有時候喺電視同埋網上嘅影片度睇過，印象中都係啲有錢人先俾得起嘅服務。不過上次聽你講完，我都有開始考慮㗎。我都就嚟退休啦，父母有一把年紀，到時佢哋嘅醫療同埋照顧開支肯定唔細，所以我想揾一間了解我需要又可以信得過嘅信託公司。你擔心嘅嘢其實同我半年前嘅諗法一樣。有一次我同個識咗10幾年嘅教友傾開偈，佢話俾我聽，好彩佢自己中風之前揾咗一間教會背景嘅信託公司，幫佢成立咗生前信託，寫好晒意願書，先度過咗嗰段艱難嘅日子。佢原先冇話特別想整一份嘅，因為佢係單身又冇小朋友，諗住整嚟都冇用啦。但係我個朋友聽咗安托介紹之後，明白到安托持有信託商業登記證，係一間合法嘅信託公司，手續唔複雜，費用又好平，所以就安心咁去做咗個生前信託啦。你朋友嗰段時間一定好辛苦啦，咁安托實質上點幫到佢㗎？好彩 ACF 啲人幫佢揾中風後嘅物理治療同護理服務。安托本身又同廣安醫院合作，一齊推出咗啲實惠又實用嘅醫療服務，所以減少咗唔少開支。安托仲會同保險公司交接，幫佢申請同動用危疾保單嘅賠償金。我朋友同屋企人先至冇咁彷徨，定翻落嚟安排好自己啲日常生活咋。其實我有時候都幾擔心㗎，如果有一日我突然之間病咗，有冇人照顧嘅時候，我都唔知點算。聽起嚟安托可以幫我解決到唔少煩惱。咁除咗關懷服務，不如你講下安托仲有冇其他特別嘅地方？好啊，我揀安托係因為佢同其他信託公司唔一樣。安托係一間福臨教會社區下嘅非牟利信託公司，冇任何資產嘅門檻，費用一啲都唔貴，而且手續簡單。安托係希望為市民提供可負擔嘅信託服務，而佢哋服務嘅特別之處包括投資、計劃捐贈同我哋之後好需要嘅關懷服務。所以我上個禮拜已經喺安托設立咗生前信託啦。我仲做埋投資添，安托佢哋可以介紹唔同投資方案，而且金額方面都冇限制㗎。所有投資項目都係有證監會去監管，希望將來可以幫補醫療同生活開支啦。而家就算我患上咩大病，我都唔使怕，因為我已經提前做好準備，之後至少唔會因為錢而煩惱，放心咁選擇我想要嘅醫院同安老院去養老。哇，聽你咁講，我都要去做翻個生前信託先。你知啦，好多人好似我咁冇另一半或者小朋友，仲要照顧父母，真係要提前做好安排，以防萬一。咁不如我幫你安排同經理見面啦。好啊，你俾佢電話我啦。